他又说我强为之曰大，还给他觉得没有说完道是什么，又来给道说一说，它就是大。大就就是什么？大就是势，势就是变化，就是运动。这从哲学来讲，它是变化的，在不停的变化运动。势就远，它大而无边，运动的无边，因此它的运动，它的发展是永远向远方，远曰反。远到很远很远以后，它又反。这个远呢，可能时间的反，事物的反，方向的反，那个事物本身的反，很简单。用现代科学来解释，现代科学解释个人体是什么？人体是水，铁、钙，是很多元素组成个人体。那是个道吗？然后道越反。远了以后，你活了几十年之后，你再反，怎么反？死啊！那个热就变成水了，水没有了吗？但是还可以说可以打出好多个钉子，要做出好多个扣子。我看了那个东西说的也有意思，这个也就反了。你从那一个物变了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然后你又变回了个物，就叫做物质不变。这个解释啊，庄子解释的好哎。庄子老婆死了，惠子去看望他，去安慰他。第3天了，惠子到了，庄子在干什么？他家的一个盆儿，恐怕是个铁的吗？还是个铜的？的骨盆儿歌唱歌了。那个惠子说：“你这个人没良心吧？你老婆年轻的时候同你在一块儿啊，给你撑持家业，为你生儿育女，把你的儿女养大了，他们成家了，老了又照顾了你的生活，他现在死了，你还唱的歌呀？”庄子怎么想啊？道家看透在这儿。庄子说：“我老婆她没有变成人的时候，是一个浑然而存在的一种气。他有这个气，他变了人，变人以后，他完成了这个人应该完成的，该走的路都走完了，现在他又回到气去了，他已经是回原位了，到他该去的地方了。这是一个很正常的，这样的事我为什么要悲伤呢？所以我就唱歌了。这很豁达啊，是道家的东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般来说哪里死的人呢？台湾怎么样不知道，我哪个时候到台湾去玩一玩，看怎么办丧事啊。大陆现在办丧事呢，按照孔夫子的话，作为学生老师去世了，要新丧3年。那么作为儿女们要丁忧3年。那今天呢，3天呢，那么要请了一个乐团呢，吹吹打打，现在是叫做白喜事儿啊，顺便节哀悼，也有道理啊。他已经死了，再哭也哭不回来了，不如轻松一下啊。好，那么这几句话啊，所以道大、天大、地大、人义大，有些版本叫做王义大，我不赞成那个王义大。老子不见得看重那个王，老子所看重的是人。圣人都有一种慈悲心，圣人最尊重的是百姓，是人，所以应当是仁义大为最好。下面几句大家都背得的，叫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这几句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大就是失，失就远，远也就反。这个我们应当从这里看出它是道的一个根本的特性，它有这个特点。这个特点是什么特点？就是道始终是运动的，道始终是变化的。老师们呢，我们这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。虽然你看到我今天上午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下午看到这个样子，但是你过了1个月来看，我这个人又老了些了。是什么？它的变化嘛，它是永远变化的。第二点，这段话从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来看，这个四法说明道有一个最大的本事，它是可以跨越一切，跨越时空，超出在一切事物之上。一切时空，一切事物都是跟着道在那里转，以道为归宿，以道为依归。那么这就是说，万物和道它有一个共同的法则，有一个总的规律啊。合起来，道是什么？下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，道是宇宙万物形而上的本体和绝对规律的与法则。所有的规律都是道，所有的事物都是道。2句话。第二个解答的问题是德。德是什么？德，按照古汉语的解释，德就是得到。你得到东西了，谁给了你东西，那么那个人就有道德。那这里的德是什么？这里的德就是每一位在座的老师